你有冇發現到呢個年代最容易被洗腦嘅3個字就係理財？點解啊？因為理財只係屬於有資本嘅人，而你仲未有資本去玩呢個遊戲。當你手上邊只係得翻幾千蚊，你要理嘅唔係財，而係自身嘅速度，令到自己變得更加之值錢。20歲你嘅時間值50蚊，30歲值500蚊，40歲值5000蚊。你冇辦法延長時間啊，但係你可以令到每一分鐘變得更加之值錢。所以你冇錢唔緊要噶，但係你要有升級嘅速度，用錢嚟買時間，用時間嚟買視野，用視野嚟換世界。買書上堂失敗見世面，呢啲唔係浪費，係你人生最早期嘅福利。窮人最貴嘅唔係錢，而係錯過咗嘅時間。10年前你驚使錢，10年後你驚改變，結果連敢於投資自己嘅勇氣都冇。你慳翻嘅只係一個原地打轉嘅10年。所以唔好再幻想理財能夠救到你，理財係有錢人用嚟優化人生嘅工具，唔係窮人用嚟重啟命運嘅捷徑。一個20歲肯輸得快嘅人，30歲會贏得狠，因為佢知道真正嘅投資唔係喺銀行，而係大腦；真正嘅收益唔係利息，而係自由。